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馬背石，題材係荷花仙子。通常我挑什麼仙子，多數都係唔着衫，呢件唔例外啊。帶白色嘅部分、淺色嘅部分呢，挑咗個荷花仙子咯。咁荷花自然有蓮葉啦，呢度有個紅色嘅部位呢，佢係挑咗條鯰魚咯。呢度有啲雜質咯。白色好難睇得清楚。